日除咗我，亦都會有我兩位拍檔嘅兩位資深時事評論員，分別係 Ken 董達成同埋 Kenneth 何錦星。我哋今日首先關注一下本省方面嘅相關消息，講緊係經過好幾個月嘅醞釀呢 BC 保守黨終於係選出佢哋新一任嘅黨領馮傑尼嘅。咁啊，此際外界都要關注咧，馮傑尼作為民粹主義嘅代表咧，係咪佢嘅當選係咪意味住 BC 保守黨會更加右傾？咁啊，對此咧，有政治學者就話 BC 保守黨目前仍然係由不同意識形態團體組成嘅聯盟。咁啊，佢預測當中一啲嘅團體唔會喺馮傑尼嘅領導之下團結起嚟。不過馮傑尼本人就強調佢會係帶領保守黨團結壯大，自己能夠為 BC 省民帶嚟佢哋渴嘅希望同埋機會。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馮傑尼嘅當選咧，對於 BC 省嘅政壇同埋呢一個嘅政治風氣，尤其是係牽涉到唔同嘅政治團體之間嘅角力，又會造成啲咩具體嘅影響呢？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BC 保守黨喺過去嗰段時間嚟講咧，就因為係競選呢個黨領出嚟咧，就可以話黨內入邊咧鬧得沸沸揚揚嘅，咁可以話都競爭非常之劇烈。咁喺個正所謂競選嘅過程之中咧，彼此之間咧有陣時言語咧都可以話都幾直接，同埋可以話幾可能有少少傷害性嘅。咁馮傑尼咧就終於喺最後第4輪咧個投票度咧就勝出咗 Aaron Gunn。係51對49，即係會唔會係好接近嘅一個票數？咁其實顯示咗咧，其實保守黨內咧係已經經過呢一啲咁嘅劇戰之後咧，係可能係有一啲彼此之間有啲紛爭，有所謂唔同嘅意識形態喺入邊可能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咁咧，就係話有一啲分裂嘅現象咧？咁呢個其實就馮傑尼需要面對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挑戰嚟嘅，就點樣將個黨咧係團結翻嗱？咁其實佢嗰個政策咧就係可以話係偏右嗰邊嘅。咁呢個係正所謂保守黨嘅係偏右啦。咁但係佢為咗即係要團結翻所有嘅人嘅時候咧，就好多時會唔會喺走咗一啲中間路線，甚至有人話佢哋走啲偏左路線，就變咗咧就係話希望達成一個團結，而係話放棄一啲所謂嘅理念咧。咁變咗有人話批評佢，即係會唔會其實你變咗走咗又唔左又唔右，咁你算點啊？咁其實唔係嘅，我覺得咧就馮傑尼咧，佢其實個本身嘅政策應該相當之明朗嘅，因為佢亦都開宗明義咧就點名就係佢對於即係譬如話家下現時嗰個自由黨啦，自由黨即係之前就係自由黨，跟住就BC United 啦家下，咁就係可以話係可以向佢挑戰嘅。咁亦都係咧，就都係對呢個新民主黨咧就係挑戰。其實佢係已經準備緊咧，如果下一次省大選入邊咧嘅時候咧，佢嗰個面對呢啲咁嘅所謂競爭對手咧，係點樣去做？咁似乎佢係一個務實嘅人。咁我相信喺個政策嗰方面嚟講咧，雖然有人批評佢話你又唔左又唔右，咁於是乎有個中間嘅走咗出嚟，有個 Karine Kirkpatrick 咧就整咗一個中間黨 BC Centre BC 或者 Centre BC 就話你又唔左又唔右，我中間啦，咁就希望就係吸取咗中間呢啲路線嘅人。咁我相信變咗嚟緊嘅時候，如果真係 BC 有大選嘅話咧，咁如果真係成4個黨一齊去爭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就一個幾混亂嘅一個場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政治講一日都係講得太長時間啦。咁一路個變化會係即係變化多端，咁我哋睇睇佢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馮傑尼係點樣係將佢個呢個保守黨係可以話調理好，準備下一次嘅省大選。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馮傑尼嘅當選啦？能唔能夠帶領到 BC 保守黨挑戰穩大為新民主黨政府嘅地位呢？嗱，我哋要睇一睇BC 省嘅人民，可以講喺民意或者係意識形態政策方面咧，其實都係分左中右。咁問題就係話，當你要贏一個省選咧，你要集中嘅票源咧，你真係要喺兩個意識形態中間咧凝聚咗咧先贏。咁所以你見咧
中間偏右嘅咧，其實執政贏嘅咧，大家要記得咧有個 social credit， 其實咧佢就係將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嘅咧可以講省議員咧集中一齊咧執政咗好耐，跟住到 BC 自由黨嗱，因為 social credit 咧有可以講政治上有醜聞咧，個個都因為呢一個名稱，我哋講 branding 咧而改名叫做 BC Liberal， 咁又執政咗好耐，改咗幾個省長調整咗之後符合個民意，但係去到今次咧，你見喺個選舉中咧就輸咗俾 NDP， 因為事實上喺執政咧始終有好多不利執政政府同埋一啲不當嘅一啲政策或者行為，咁 BC United 咧其實就係選舉失敗，諗住凝聚呢一個 BC Liberal 同埋加埋 BC Conservative 咧就係一齊，咁而家咧喺選舉期間咧個個就跳晒入去 BC Conservative 咧呢一個咁嘅招牌之下咧選舉都係輸咗俾 NDP， 咁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喺黨內嗰個黨領BC Conservative 咧選舉你見咧Finlay 咧可以講係代表係右派嘅一啲政策嘅，咁喺裏邊5個嘅候選人咧其實都代表咗一啲中間偏左啲、中間偏右啲，都係喺中間同偏右咧嘅立場嘅政策嘅。咁今次咧可以講51%咧喺第4輪選舉咧，大家嘅票源咧歸於去到最後咧就選咗 Finlay， 亦係反映到咧黨裏邊嘅會員其實內陸嘅咧係真係佔咗2% 嘅優勢。我點解講話內陸咧？其實如果講喺 BC 省嘅政治咧，南邊啲大城市啲咧，通常都係中間啲中間偏右，咁而係內陸嘅咧就係右啲，甚至乎咧係更右。咁所以你見咧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咧，就喺咁微嘅差額之下咧 Finlay 咧就係跑咗出嚟。咁呢個可以講Carrie Lynson Finlay 咧，其實喺 White Rock 咧，亦係喺我哋講低陸平原嘅郊區，咁所以你亦係反映到咧 BC 省嘅政治嘅。好啦，咁而家咧選咗出嚟，當然係代表右派啦。咁問題就係話Finlay 提出最近嘅訪問咧，都講明佢自己嘅政治立場，反映咧係會走翻去右派多啲嘅。咁所以嚟緊喺呢一個BC Conservative 係唔係真係可以凝聚翻中間黨派嘅省議員同埋支持者咧？BC Conservative 咧其實嚟到今日嚟講咧，都係未執過政嘅喺 BC 省而執過政嘅咧即係 social credit BC Liberal 我哋講咧呢兩個咧都係代表中間偏右，而係唔係極右，唔係右嘅。咁所以 Finlay 如果唔肯做一啲政策嘅走位調整咧，去翻中間個路線咧，可能係益咗 NDP。咁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剛才兩位都提到咧呢一個嘅中間派或者中間路線嘅問題。咁喺如今嘅政治形勢之下，兩位又認為喺我哋 BC 省咧中間派有冇可能係突圍而出呢？會唔會可以吸引到甚至乎係新民主黨當中係比較冇咁偏左嘅陣營呢？咁會唔會可以自成一角呢？咁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我相信即係中間路線咧，其實就每一個黨都有所謂佢本身嘅考量啦。究竟係點樣行啲咩嘅路線咧？咁其實冇一個黨咧係完全話極右，亦都冇一個黨係所謂極左。其實梗有啲政策咧就可以話係即係可能係中間一啲，因為確實呢個係民意嘅需要，就唔係話真政黨可以完全係以佢嘅意識形態咧完全決定嘅。咁其實一個黨嘅成功與否咧，就同佢嗰個黨領對於嘅魅力個人嘅魅力，對於佢能唔能夠吸引到省民，同埋咧佢嗰個團隊咧係咪真係能夠團結，然之後一齊，譬如話講同樣嘅嘢，做同樣嘅事，向同一個方向而行。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咁變咗，其實重點就唔係一定喺佢個意識形態嘅方面，
嚟決定佢究竟係左中右嘅邊個最好，而係我覺得係佢自己個人嘅操守、個人嘅魅力、個人嘅領導能。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嗰一環。咁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喺如今我哋 BC 省咧係行中間路線嘅方面，有冇啲咩嘅代表人物係可以形成到一個對其他嘅陣營嘅一個影響或者係威脅嘅呢？嗱，我哋要睇翻咧喺咁多個黨領候選人尤其同埋咧，仲有就係卸任嘅 BC Conservative 黨領Rustad， 佢咧其實點解會造成呢一個之前嘅黨領咧？佢就係凝聚咗中間同埋偏右嘅兩邊。咁你見佢咧有啲極右嘅黨員咧，或者係省議員咧，都踢咗出去 BC Conservative 咁所以你見咧佢想凝聚中間嘅議員咧，都係唔容易嘅。佢其實喺今次黨領大選之前咧，BC Conservative 已經踢咗4-5個咧係呢個省議員出去嘅。其實呢一個係好大嘅動作。咁 Finland 係咪可以凝聚翻呢啲咧？以佢嘅性格同埋以往喺國會做過嘅業績咧，我覺得咧就唔會，佢會企喺最右嘅。反而佢喺經濟發展，佢係一個律師，佢係對原住民方面咧係熟嘅，但係一個強硬嘅路線。咁所以你見咧，佢會造成好多嘅衝突。但係最重要，我覺得 BC 省咧就係喺經濟嘅發展同埋同原住民嘅和諧。咁所以講翻喺 BC Conservative 裏邊嘅候選人咧，其實中間偏右有幾個想做黨領嘅咧，都喺經濟方面咧有經驗，同埋咧喺同原住民關係都好嘅。咁所以睇 Finland 咧，可唔可以喺個政策上咧改變，而係容納到呢幾個黨裏邊嘅領袖咧，係協助做成一啲政策。當然作為黨領嘅領導才能好重要，胸襟好重要。仲有就係話你見容納不同嘅人，又可以凌駕勸服，無論你用咩招數咧，俾到啲極右嘅咧能夠合作咧。咁 BC Liberal 以前咧，你見幾個黨領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咁 Finland 自己本身都係右派嘅，同埋極右嘅。咁所以佢自己點樣去收斂去改變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政治上咧，David Eby 咧係一見到咧非常之開心，因為對手咧就已經豁咗出去。咁所以 David Eby 我估佢咧會走翻多啲中間路線。咁今次馮健妮咧都係以51%嘅票數啦，喺最終一輪嘅投票當中係險勝佢嘅對手。咁呢一個嘅情況會唔會令到佢喺黨內，尤其是係威望嘅方面呢，或者係能唔能夠令黨員可以服眾咧？呢一個咧都係值得去繼續觀察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喺黨內 BC 保守黨內都有一半嘅聲音意見咧係支持馮健妮嘅話，呢種嘅比較右傾嘅聲音又會唔會係對於目前一啲左傾嘅聲音或者係政策嘅一種反彈呢？呢個都係值得我哋繼續去到探討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關注一下全國消息先啦。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勵治呢，較早前就要求國會就加拿大嘅經濟狀況舉行緊急辯論嘅動議，喺今個星期一呢係遭到下議院議長嘅否決嘅。博勵治就駁斥咗加拿大正係處於技術性衰退嘅一啲講法啦，就話本國嘅經濟困境並非技術性問題，並且係宣布加拿大正係遭受卡尼式全面衰退嘅困擾。但係目前嚟講，多名嘅經濟師呢都係對呢一個技術性衰退呢一個標籤係提出質疑嘅，認為現時嘅經濟狀況遠比數據顯示呢係複雜。與此同時，央行副行長羅傑斯就喺星期一喺國會作證嘅時候就話呢，唔應該過分依賴單一嘅經濟指標判斷經濟狀況。
咁啊，不過博勵治本人除咗係講起 GDP 之外咧，亦都提到其他嘅問題包括係呢一個嘅破產率方面嘅問題啦。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首先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你又認為目前嚟講，我哋加拿大嘅經濟狀況係點樣呢？咁啊，圍繞住所謂技術性衰退呢個名詞之爭背後，又有啲咩嘅政治佈局喺度呢？根據即係經濟嗰方面嘅學者嘅定義咧，就係話，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咧連續2季都係有個負嘅增長嘅話咧，即係咁就呢個國家咧就陷入所謂經濟衰退啦。咁我哋睇翻咧，就我哋2025年第4季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係跌咗1%嘅。咁然之後係2026年嘅第一季咧，今日公佈出嚟嘅數字咧係跌咗0.1%嘅 percent。咁於是乎確實係兩季嚟講咧，都係一個負增長喎。咁於是乎咧，就從呢個技術性嚟睇咧，就係呢個國家咧就陷入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呢個係真嘅。咁呢個亦都如果純粹從數字嚟睇咧，就完全符合咗經濟衰退嗰個問題。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舊年最後嗰季咧係跌1%，而今季頭一季咧就只不過跌0.1%嘅時候咧，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嘅跌幅係減低咗？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反彈嘅情形咧。咁呢個就變咗好多經濟學家咧就話：你唔好咁快落定論住，因為咧其實咧個經濟係反彈緊嘅。咁咧就可能下一季嚟講咧就有一個正面嘅增長啦。咁其實咧咁於是乎你夾硬講佢做呢個入呢個經濟衰退咧，咁會唔會係言之過早咧？咁就呢個就係嗰家現時嗰個論調。咁當然就係博勵治咧，佢大家都知道佢嘅性格咧，咁就佢係好中意係辯論嘅，好中意咧就係有一啲咁嘅把手俾佢揸住咗咧，佢就一定係會攻擊對方嘅。咁加上佢現時當然係企出嚟咧就話嗱，你睇卡尼你搞到個加拿大經濟衰退啦，咁變咗咧就係對，當然就係對卡尼係以攻擊啦。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家現時嘅情況咧，就係喺美國嘅經濟嘅打壓之下嘅情形嘅出現嘅。如果冇美國呢個經濟打壓咧，可能情況就完全唔同。咁但係官民論點都好啦，咁確實加拿大嘅經濟咧現時嚟講係困難嘅，因為如果我哋睇嗰個失業率嘅話咧，係我哋舊年年尾咧，今年年頭咧最高去到6.9%嘅呢個失業率，咁家下咧就開始回落咗，係去到6.6%。由6.9咧跌翻落嚟6.7，咁又好咗少少。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個企業投資嗰方面咧減少咗嘅。咁另外就係喺嗰個我哋個房地產嗰方面嘅起建率咧，亦都係減低咗嘅。咁呢啲都係所謂經濟嘅一般嘅指標啦，就係你外邊投資你減少咗，而你自己國內自己嘅發展亦都係減少咗，即係起屋起少咗啦。咁呢啲確實係嘅。咁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展望將來啦。咁如果我哋睇得到嘅話咧，我哋確實咧就係喺個外貿嗰方面咧係有所增長嘅。咁雖然咧就係對美國嚟講係有減少，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嚟講有增長嘅。咁似乎萬事起頭難啦。如果卡尼佢係想將我哋嘅外貿咧個重點咧轉移，唔好喺晒喺美國嗰度，唔好將所有雞蛋擠晒落美國，應該就將佢去歐洲啦。去呢個東南亞啦，去中國啦，呢方面嘅分發咗我哋嘅個外貿嗰方面嘅發展嘅話咧，我相信長遠嚟講係似乎行緊條啱嘅路。咁我哋需要話俾啲時間佢，而博勵治咧佢係攻擊係攻擊得非常好。咁問題就係話要有建設性嘅攻擊咯。咁所以博勵治純粹從呢一方面嚟睇，就夾硬係堅持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陷喺一個經濟衰退咧，我覺得佢就似乎係可能係上綱上線一啲啦。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嗱，我諗呢一個技術性經濟衰退咧，好多專家包括前Bank of Canada 咧都出嚟大家發言。當然喺數字上咧，我哋係入咗一個呢個技術性嘅經濟衰退。咁0.1% 咧，當然係一個一個警惕啦，我哋要留意啦。但係問題就係要睇我哋而家嘅發展。正話提到博勵治，其實冇建設性嘅呢啲雜音咧，其實喺政治上咧，國民我相信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咧，都認為呢啲咧係
對個政策嘅批評咧唔正面化咧，係造成一個雜音嘅。姑勿論點，我做一個可以講 Mark Carney 而家嘅政策咧，我相信咧加拿大人係睇得係恰當嘅。咁你見咧，而家好似我哋揸緊嘅車啊，就係油缸咧就差唔多就嚟即係去到一半油，就嚟冇油要入㗎啦。但係我哋知道前面咧就有好多個城鎮咧喺個公路上咧，城鎮咧有油站。當然我哋要改變美國嗰個貿易關係，但係你見咧歐洲同埋亞洲嗰個發展咧都係好正面，而係一步一步咧喺個基建方面投資方面咧係做緊。咁所以最近韓國真係使架潛艇過嚟咧，俾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嬲我哋買試揸，俾我哋 test drive， 我都覺得呢個推銷咧都好重要，甚至乎提出就話喺加拿大咧交換式咧買我哋嘅鋼鋁嚟我哋設廠。咁你見呢啲路線加拿大係實在有實力嘅。喺呢與此同時咧，德國嘅潛艇公司咧亦係咧嚟到咧加拿大係游說，大家咧爭加拿大嘅生意同埋發展我哋嗰個工業，同埋咧當然係僱用我哋嘅工人啦。你見到個實力咧就喺晒度嘅。咁仲有就話AI 嘅呢啲咁嘅總部咧會設喺加拿大咁樣。當然喺政治上、政策上咧有好多分歧，但係咧如果你見喺我哋嘅資源同埋實力、技術方面咧，喺呢啲新技術嘅發展咧係嚟緊咧係可以好大，甚至乎咧完全係唔依賴美國嘅。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發展。嗱，我諗最重要而家面對係乜咧？就係不明朗。咁我哋見到咧，要同美國繼續去傾呢一個咧不明朗嘅事咧，而家仲大家喺度過緊招咁所以咧喺嚟緊呢一個月咧都係重要嘅時刻。呢幾個星期咧，我哋自己內部嘅發展咧都係重要嘅時刻。咁有一位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嘅講法咧，都頗為嘅有趣嘅。咁佢又話，正如肺炎咁樣啦，肺炎就唔存在所謂嘅技術性肺炎，有就係有，冇就係冇。咁到底而家係有定係冇呢？咁相信呢，除咗係所謂 GDP 之外呢，都有其他嘅數據可以去到俾我哋分析嘅。但係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啦，喺如今呢，自由黨政府已經獲得議會多數嘅情況之下呢，加拿大嘅經濟能唔能夠改善呢？對於自由黨政府嚟講，佢哋都係責無旁貸嘅。